早晨啊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晨光暖愛心冰冰讀聖經嘅時候。今日想同你哋一路飲住咖啡，一路分享呢一個嘅經文，係有關神嘅旨意，就係喺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6至到18節，要常常喜樂，不住地禱告，凡事謝恩，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嘅旨意。首先講禱告同謝恩係要並存㗎。透過禱告，我哋可以與主連結，透過一個嘅感恩嘅心，即使我哋遇到困境嘅時候，都睇到神嘅愛。至於喜樂，並唔係因為我哋嘅順利啦、蒙福先有㗎，係嚟自內在嘅。我哋嘅身份認同得到喜樂，咁我哋嘅係乜嘢身份呢？我哋咪係神嘅兒女嘅身份而得到喜樂咯。所以即使我哋遇到有挫折或者有困難嘅時候，我哋都要保持有樂觀嘅心態，相信事情總會解決嘅。親愛嘅天父啊，我哋要感謝讚美你，因為今日你讓我哋明白你嘅旨意。原來你讓我哋常常喜樂，不住嘅禱告，凡事謝恩，因為要靠住你啊！我哋要禱告謝恩嘅心，就可以與主連結。求主你俾我哋有力量、有信心，縱使遇到挫折同埋困難嘅時候，都要保持一個樂觀嘅心態。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多謝你哋今日一齊聆聽神嘅話語，願大家好似影片當中嘅人物咁滿有喜樂。如果你喜歡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